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白姑娘。今次咧，我哋再邀請到恩愛50+嘅主任李延津先生咧，同我哋咧分享一下退休夫婦嘅相處喎。李主任啊，退休夫婦咧喺平時嘅相處咧，點樣可以咧令到佢哋嘅相處更加好啦？咁其實咧，第一步咧就係要建立共同嘅興趣。其實咧喺改善一個婚姻關係裏邊咧，大家都係要攞啲苦功嘅。第一步咧可以建立啲共同興趣啦，例如一齊做下運動啦、拍下拖啦、睇下戲啦，呢啲都好緊要嘅。建立共同興趣咧，有助夫婦咧可以建立共同嘅意義，最低限度咧可以創造更多嘅共同話題啊。譬如你同你個老婆睇完一個片，大家都可以傾下個片講乜啦咁樣啦。咁呢啲咧都可以幫助夫婦咧行得更加深入嘅。其次咧，其實多啲表達欣賞同埋肯定咧都係好緊要嘅。好似之前所講啦，無論小朋友、長者都係需要被肯定同埋欣賞嘅。咁我哋都明白嘅，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邊咧，其實去言語去表達欣賞咧係好難嘅。但其實咧，你諗下，好簡單嘅一句，例如老婆你今日煮啲飯好正喎，OK 喎，咁樣已經可以令到伴侶咧開心到飛起噶啦。呢啲咧都係推動婚姻嘅原動力嚟嘅。退休夫婦咧，其實好多嘢咧都要及早準備咧，講清講楚嘅。其實退休咧都係一個人生嘅大轉變嚟嘅，大家都需要時間去適應嘅。好多嘢咧都係要早啲講清楚係好啲嘅。例如大家對退休嘅期望啦，究竟係一齊多啲去旅行啦，定係一齊去幫手湊孫呢？如果仔女移民咧，要唔要跟埋去咧？呢啲嘢都係要傾嘅。大家都多咗時間喺屋企咧，其實係需要咧重新去分配家務等嘅工作嘅。其實退休夫婦咧都好需要咧好好安排好自己嘅時間點樣去運用，邊啲時間咧係同丈夫太太一齊活動，邊啲時間咧係個人空間。如果一日咧好似糖黐豆咁黐埋一齊咧，或者長時間分開咧，兩個都係唔理想嘅。退休夫婦咧係需要有自己適當嘅空間咧去發展自己嘅嗜好嘅，同時間咧都要有自己嘅朋友圈子。但係咧都要攞啲時間出嚟咧去栽培個婚姻嘅，一齊拍下拖啊、傾下偈啊，都好緊要嘅。退休夫婦咧，其實喺婚姻關係上面咧，最緊要咧就係要坦誠咁樣去同伴侶去溝通，可以分享心事。夫婦之間咧要有身心靈上嘅聯繫。如果要增進一段婚姻關係咧，夫婦可以考慮下參加一啲教育講座、體驗工作坊或者戶外活動。坊間都有好多婚姻成長小組，參加啲小組咧都有幫助嘅。社區裏邊咧都有好多做義工啊，或者義工培訓，呢啲對婚姻成長咧都絕對有幫助嘅。今日咧好多謝李主任同我哋分享啦。原來退休夫婦咧要及早咧，大家講清楚退休生活嘅安排，點樣分配時間啊、家務分工啊，以至咧大家咧係多啲去互相欣賞，同埋一齊參加多啲唔同嘅活動喎。李主任，我想問下咧，如果啲夫婦好想參加你恩愛50+嘅活動咧，可以點樣參加啦？其實好簡單，夫婦咧只要喺 Facebook 裏邊尋找賽馬會恩愛50+咧就可以噶啦，或者可以咧致電我哋中心電話28101106，同我哋職員聯絡就得啦。今日咧好多謝大家嘅收睇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，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，減少怨恨，作審慎嘅離合抉擇，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。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！鍾意我哋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